你好，我来介绍你叫我姐姐，我的名字叫三弟大表，可以叫我表表。今年我27岁了，我的生日是21号9月1999年。我是佛教，我的身高是158厘米，我的体重是75公斤。我有5个兄弟姐妹，我是第4号。我有9口人，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、丈夫。一个哥哥，2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我的儿子还有我是结婚了，我来今年的，我的父母在农美，我有经验2年在缅甸照顾老人，我会煮江南菜，我喜欢照顾老人，请给我一个机会来到新加坡，我要好好学习的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谢谢，再见。